各位先贤，下午好。讲师好。首先感谢上天慈悲，主持同时，师尊是我辽老大的老前的五大牺牲，以及一手大仙龙笔，还有点老师的栽培，在座各位先贤提携的鼓励，让后学有上台学习的机会。或许今天要学习的是这首道歌叫做《咱是福气的人》原本今天是连后学妈妈要分享。因为后学在去年的时候有2堂课刚好时间卡到，所以就请妈妈跟后学代替分享。今天换妈妈分享要照顾小孩，后学上来分享一下。今天后学要分享这个题目叫做“咱是福气人”。前面刚有想要做福气人，有想要做福气人吼。那福气，感觉福气是啥物？福气是什么？福气就是咱讲的，我们追求幸福的人生嘛。那幸福的人生，伊需要具备什么？我爱家庭吼，家庭美满嘛，家庭美满，还是工作顺利，还是妻子儿女，然后老公老婆互相的感情美满。拢有哦，有，也是阮的家，阮的钱啊，阮的财产，才落愈济，这个是咱认为福气的幸福人生嘛。那浅浅，恁感觉阮来想看卖啊，我感觉我们这一生已经到了中年了，甚至有些浅浅已经到老年了，觉得他幸福美满的浅浅，请举手一下。举手一下。举手。有点。幸福美满。浅浅，有他很多的需求还没有达成，对不对？来哦，各位浅浅，我们来想看卖啊。阮来到人世间啊，拢面对一件代志，一件叫做生死大事。生死大事，或许在温底暑假，因为或许现在比我上学习，比我职场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温底暑假过程中，它的一堂课叫做佛教徒的生死观。佛教徒的生死观，因在讲的是，浅显的看生比较重要还是死比较重要？生比较重要还是死比较重要？哪一个比较重要？都重要。佛教徒佛海法师伊讲一件代志，生比较重要。生哦，阮在生的时阵做啥物，到死那天才盖棺定论嘛。生的时候比较重要，在生的时候做什么代志，在生的时候做什么代志，它是重要哦。那死了之后，那就是我们盖棺定论的时候，那个阶段，浅显我们想过一件代志嘛？我们来想一下哦，如果我们修行了，到了最后那一天的时候，生命没了嘛？想象生命没了，你的财产、你的孩子、儿子、女儿、你的亲戚朋友，都要放得下吗？放得下吗？不容易啊。真的放得下？我们想一下，放得下吗？可能有点难度哦，因为我们在生的时候没有在学习放下这些事情。我伫咧求道一纲讲三宝时，我讲了三师，阮家拢咧学习三师这个代志。三师，财师，法师，无畏师，无畏。三师并行，三师、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。浅显，后学最近我的图书馆老师有可以补填不满这些活动，然后我们合成到最近嘛，
跟我打工可以不满的各位先贤来做布施这件事情。其实我们来